去年12月，嘉义东石的渔林码头，县政府因为园区内面的设备有安全记录，停止包厢的经营权。即马也开始整修园区内面歹去的设施，希望伫咧解除封锁进程会当整理好势。嘉义县政府巡视渔林码头设备改善的施工进度，包括省水池入口的路面甲岔道。这边因为是东石乡重要的观光区，所以嘛有真侪在地人来关心。阮当初会发展，嘛是因为有这个渔人码头，渔人码头有观光客来，观光来促进阮的经济发展，阮的大家修行摊沙阁都有一通赚。东石乡渔人码头是嘉义县沿海出名的观光景点，内底设施已经使用超过10吨，有一寡所在甚至有涉海水的情况。县政府提出800万，要先做初步的解决。因为金子它也会积水，那大概也会产生一些青苔，那我们大概初步做一个改善。再就是那个堤防大道那边也是一样，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有一些部分的损坏哦。县政府表示，希望利用防疫期间加强整理渔人码头的环境甲设施安全。海洋池涉海水的问题，嘛向中央争取经费修理，期望东石的在地产业会当搁一摆透过渔人码头的经营带动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